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0日新闻，我是嘉豪。有新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立法院新会期开议，对应台传部会首长时进行施政报告，针对明年总预算案，若被做伙主动提登去听书委员会。有台湾囡仔大学毕业了后，8月底去到中国上海所失去联络，目前中国海协会也未有回应。希望法庭今日宣判死刑待条件下限，死刑必须爱伫个个案犯罪情节属最严重，而且最严重的法律程序要求之下，才会当该判死刑。新闻一开始，先来看这立法院的消息。立法院新会期今日开机，这行政院长杜永泰呢去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所以因为 NCC 的代理主委洪碧忠呢有列席，引起着民众中团不满，有阻碍着技术进行。杜永泰到中道才顺利上台施政报告。不过明年总预算案和南北两党主动提登去听书委员会。杜永泰是强调讲会诚意沟通，继续来对话。另外，针对着这联合国大会2500号决议损害着台湾的权益，这南立北三党呢，拢有提出着因的声明，三个版本拢进入到二读等待条约协商。民众党立委举牌抗议，抵制议事进行。立法院新会期20开议，行政院长杜永泰带部会首长做施政报告，因为 NCC 代理主委洪碧忠嘛列席，和民众党团不满。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议会休困协商，会议时有50分钟未顶未当。在韩国瑜裁示，民众党团已经提出 NCC 相关提案，等议会来处理。洪碧忠备询的资格暂时无要处理了后，议事才开复。洪碧忠嘛继续列席。不过，那边个人手封杀明年度的总预算案，提登去定书委员会。杜永泰上台了后，嘛无袂记得对总预算阁发话。我所觉得有一些遗憾的部分，我们会再继续透过沟通协商，希望能够让国家往前走的脚步不会停止。杜永泰施政报告重点放在8大项的施政方针，其中伫个能源政策，强调确实做好第2摆的能源转型，依法对恢复加远的目标过去。针对年代2758号的决议，损害着咱国的权益，那立北嘛拢提出2758号决议的声明，三个版本拢二读等条约协商。为2758号决议文来平反、拨乱反正、正确解读，是这波国际行动的焦点。中华民国政府自始表达反对联大2758号决议，到现在我们的立场仍然是一致的。第8轮的真主党引发 BB 扣爆炸，牵连到台湾的金阿普罗公司，杜永泰谴责是恶意的连结。个人单位嘛在查假消息，经济部嘛澄清讲，台产的 BB 扣未爆炸。可以很肯定的讲，台湾生产的这个 BB 扣是不会爆炸的，里面的零组件就是比较低阶的 IC 啊，然后电池啊，这些东西都不会产生爆炸。我们可以肯定的讲，不是台湾生产。外交部长林佳龙是表示讲，已经发电报给所有的外管，一方面是了解更加侪资讯，嘛加强安全，检调嘛已经介入调查。金马普罗公司负责人柯清讲洪玉谈，获审了后20透早是无报请回。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台办最近批评赖清德总统，讲伊是练兵必夺。国防部长郭立雄今仔日强调，一直咧了代志的人就是中国。台湾会用这守势作战，继续加强自我防卫能力。不过，郭立雄上任了后，宣布国军队明年开始废除6千，改做是近身攻击训练，引起外界质疑。郭立雄强调讲，美国对这实践化经验甲观点，拢认为近身攻击是真重要，目的是要希望讲训练到这官兵利用手头的物件做上界有效果的攻击。每天在挑衅，然后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是中国。中国国台办批评赖总统练兵必夺，国防部长郭立雄回去强调，一直呛声是中国，台湾用手势作战，继续加强自我防卫能力。不过，伊上任了宣布国军明年开始废除刺枪术，专门推动近战决斗，引起质疑的声音。战场的环境瞬息万变，手上有任何的东西，包括枪械，然后如何进行一个有效的格斗，具有实用性的一种的战技的一种训练。很多其他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北约国家很多都是很强调近战格斗。有美国华府智库报告指出，美方遣对台军售已经205亿美金。伊表示，代表有共识优先建立南部对称甲后备战力，有个2到3年来完成。要看的应该是说。我们相关的这些不对称战力的建构、后备战力的
这个行程，用多元的手段来强化我们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对台美是不是可能合作生产军备？伊讲，除了美国商务部会出团访问台湾，有机会就无人机部分讨论生产力量、甲技术、家己乐观期待。另外，美国联邦参议外委会首席议员李次甲在美共和党参议员联合提出一控制数年战略法案，为经济、外交甲军事方面支持台湾来确保甲中国竞争当中处胜。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双十晚会在10月初5伫台北的大巨蛋的举办，台语歌坛天后江蕙会阁出来唱歌。台北市政府今仔日就公布这讨门票方式，会透过 UDN 卖票系统，互民众来领票。也考虑到这老大人袂晓用网络，65岁以上会有200组用假批抽口仔的方式，而且佫会用徛名制度，防止票贩仔来作乱。台语歌手洪流友现场坚持，有个10月初5双十晚会会去台北大巨蛋演唱。2015年引退歌坛台语天后江蕙也佫开金喙复出演唱，加出今年双十晚会上大亮点。台北市府20公布提票方式，会释出5000张互民众抢票，65岁以上老大人开放200组。会透过 UDN 系统，就是希望能够防止黄牛，而且我们会在举办过程中，我们警察会加强网络上的巡逻。我们这次采用的是准实名制，所以不管是网络锁票，或者是我们邀请的对象，通通有照册。台北大巨蛋第一摆举办会体育比赛，佫是隔8年双十晚会重回台北。国庆在台北举办是2016年在小巨蛋，从小巨蛋到大巨蛋，这标志了台北市进步的重要里程碑。大俗就是大雅，大雅就是大俗。中华民国干干净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纯纯洁洁。中华民国生日快乐！这是主视觉。用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做节目礼赞主题，双十晚会也安排巴黎奥运金牌选手王泽林、李阳甲林福廷领唱国歌甲国旗歌。因为节目多元丰富、为安升级，也传出经费卡关，主要是由韩国瑜向公国航空募款才解决。市府是澄清国营企业、公营航空意向支持双十相关的活动，经费已经陆续到位。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民众伫社群平台铺文讨救兵，讲伊高中的同学自从伊大学毕业了后呢，8月底去到中国安生去1礼拜，毋过人一到上海了后就失去联络。目前已经有去警察局报案啦。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今日表示，已经发函予中国海协会，目前是也未有回应，也提醒这民众呢，若准无必要，上好是莫去中国。有民众伫社群平台抛出人的广告。要找伊高中的同学，也就是相片内底像高雄中山工商节学生过查甫人。伊8月27甲2个朋友去中国上海了后，就无消无息，互厝内人是真烦恼。他就是很临时的询问我说要怎么办护照跟台胞证，完全没有透露说他是要去玩还是要去工作。能联络他的方式也都联络过了，身边能认识的朋友也都问了，他们也都不知道这样。这个姓郭的查甫人因阿姊讲。因小弟今年22岁，单位树德科大出业，食头路差不多半年。8月雄雄讲要去中国安徽合肥，按算要去1礼拜左右。毋过8月27入境上海，甲伊报平安了后，就失去联络。传几啊条信息拢无通嘛无回，嘛无熟悉甲因小弟做伙去的朋友，所以9月16报案，通报失踪。有传讯息跟我说他到上海了这样，可是他用的是 IG 的那种积分模式，就是阅读人会消失。当下我就截了一张图，然后他就说了，我这样子可能会害到他。他要么不是被朋友就是骗过去做那种诈骗的，不然就是去玩然后被抓走这样。因为找无人，伊的亲戚朋友是心讲会道。最近嘛发生台塑集团高层的主管去互中国的公安边境管控18天，也无法度返来台湾。也来针对这个姓郭查甫人的情形，海基会已经向中国海协会发文来探问。不过秘书长罗文嘉20讲，到今也无收到回应。如果他是被中国大陆相关的公安单位滞留的话，其实应该我们很快可以得到消息。各位也知道，中国大陆非常大，那各种的
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非有必要，尽量减少去；如果真的去了，请务必上陆委会。中国最近这几年持续征收国安法令，今年6月国再颁布挺治台独22条，互陆委会甲去中港学旅游的警示条款做监察室。而且根据官方的统计，咱国民众去中国去用留伫遐调查的情形有持续增加。罗文嘉强调讲，民众若是非必要，尽量莫去中国，避免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宜兰罗东有一间越南小食店，最近爆出讲民众食了到地会走北吐过发烧的情形，将有可能是食物中毒群聚案件。到今呢已经有32个人通报。卫生局表示讲，初步调查了后，发现业者有甲青的抑个食的物件染做伙问题，已经下令停业，也启动调查。这间卖越南料理的店头，铁门是拢套落来，暂时停业，因为为10月开始，就连续传出有民众去食饭了后，出现吐、甲流，抑个发烧等等的症状，那像是食物中毒的群聚案件。刚才去医生看了后，拢已经登去处理休困。稽查的部分其实有一些的缺失，环境上的缺失。我们除了开立一些宪改的部分，同时我们勒令这个业者停业。宜兰县卫生局初步去这间在罗东的店头调查。发现业者青甲色的食材并无分开管理，山桶嘛无完全惹到，有的食材放伫涂骹等等的缺失，需要求业者要停业，启动调查，要来了解民众食物中毒真正的原因。因为有听说，不知道是不是生菜的问题。觉得不是很好。环境怎么样？环境卫生？环境是出来的东西是蛮干净的啦，但是它很多调料都需要你自己去加。附近的民众表示。有听讲，那像是这间店，因的车菜出问题，不过真正的原因要是要等调查的结果。另外，有去这间店食饭的民众讲，伊捌伫遐食猪肉河粉、甲青木瓜沙拉等等，有出现闹事的情形。猪肉汤，对，猪肉河粉，然后越南煎饼，还有一个青木瓜沙拉。我们自己是比较怀疑青木瓜沙拉啦，但是就是检疫查也还没出来，所以。因若这间店有伫人面前发广告，甲消费者回失礼，嘛强调讲绝对袂下提责任，请人客甲就医的收据漏掉咧，后续医疗的给付，甲赔偿相关的代志一定会来负责。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迄一天，台东有原住民部落发生12个人食到这原住民传统料理，说食物中毒，有3个人死亡。这是后续伫检体抑佮甲8名个案抽回了后，拢检出农药托福上。20下晡，卫福部表示，检出托福上的食材内面，以台仔的高度上介悬，是安怎这农药会出现伫咧台仔粽内面呢？法务部20派出4名法医去到台东，要甲这死者验尸，理清真相。台东县金峰乡滨河部落10被传出12人食传统鹿梨阿拜了后，一体食物中毒分别送医，其中3人死亡。台东县卫生局迄一天将村的食物检体加8个案回应，分送受4代甲8人进行初步检验，结果拢验出极度农药托福松。迄时阵真侪人咧药是鹿梨造成，暗过20下晡，卫福部进一步公布，检验食物当中的台仔类硝猪肉鹿梨得损结果，台仔验出每公斤有405毫克浓度上悬，比过去验出其他市面上食物有农药含量也个悬出真多。发现小米的浓度是异常的高，是在405个 ppm。那里面的内液，因为这个是在蒸煮的熟食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有扩散到内液，那内液也浓度也蛮高的。小组强调，已经化验检体当中的410项农药残留，并无发现其他农药。暗过伫台东为台仔业者讲，台仔是汉族的农作物，国内种台仔拢被用农药。第一摆听讲，台仔有极多农药残留。因遐互你种，惊鸟啊尔，唔惊讲这虫，唔惊虫咬啦。无咧用农药啦吼，几乎无啦。卫福部目前继续针对台东县送来第2批检体，去做化验，呼吁大家唔通惊吓。暗过托福中农药乃伫阿拜内底咧，法务部20早起派4名法医到台东解剖死亡的3具尸体。新社调向刑安侦办台东地检署表示，一旦法医检验结果出来，将进一步判断。检察官在处理这件案件上，是没有放过任何的证据资料。那么在连续的2天的时间，我们都持续到现场来搜证。
这只阿拜12人集体中毒事件有3人死亡，2个9个病人，目前病院统计有3人出院，3个转一般病房，也有3个医院伫监护病房稳定治疗。大同县卫生局表示，目前已经将相关的检体甲事情送检调单位调查真相。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凤山街透早发生2层火烧厝的意外，一个是伫咧新安街透天厝，一口照5个人，这厝主翁仔某甲老母有走出来，不过这14岁甲16岁兄弟仔却是掉伫内面，救出来了后无喘气送病院呢，这大兄是救无回来。另外和兴街也发生火灾，警方是怀疑讲是有人故意放火。大火一直烧，消防队到进前已经有真侪的新民众咧拍火。凤山区新安街这栋带着一家5口的透天厝，半暝1点不明原因客厅着火，厝边一发现，赶紧化救人。麻烦在那个确实搜索一下，看其他楼层还有没有人受困。厝主翁仔某，还有厝主的妈妈，伫咧厝边倒茶工之下得生。不过14岁、16岁兄弟一度困伫内底，防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紧急送医，哥哥也是救袂回来。我开门，外口嘛有味啊。我看唔对，我等起来，阮早囝已经下落来。阮就摇楼梯者，摇楼梯者，甲请落来，两个甲救落来啊。这时火调科等于现场勘验，要了解到起火原因。距离现场无到2公里的和兴街，嘛伫咧20号半暝1点外发生火警，2栋透天厝顶仔骹交接位着火，烧着2边的奥多摆，还有汽车。停汽车的透天厝玻璃拢破去，徛好一家7口防预防性就医。警方清理堆早，发现可能是有人放火。因在做生意的，早起咧做生意，早困哦。可能睡得比较入眠哦，伊个玻璃佫烧破的，浓烟就拢入去啊。监视器，迄个男子骑脚踏车到顶仔骹无偌久，火光就出现，伊说越头离开，但是警方轰炸着被害人，发现无人捌这个嫌犯。在凤山体育馆附近停车场查获纵火犯嫌立男，并带返成功所来做调查。案发2点钟就互抓到，嫌犯讲是美好的时阵食薰，薰屎无拍花引起火警，所以非常紧张才离开现场。不过警方对这个讲法非常保留，会搁再来调查伊放火的动机。记者王立婷、林昭宽个报道。来看彰化市有一间做30年的早顿店，今透早差不多7点的时阵，敢若假使爆炸的款，这店内面的物件拢贵个四散去。29岁姓洪的头家甲伊的老母拢有受伤，老母规身躯呢是有30拍2度烧烫伤。伊若讲到这爆炸原因，佫需要调查。早顿店嘣一声真大声，内底物件也甲规四架。伫彰化市凤马街的这间早顿店，20早起7点左右，那先发生瓦斯爆炸，店内仓库甲灶开物件拢当倒西歪，着火3个加速桶火拢已经拍花。厝边头尾听到声，嘛拢走出来看，个人倒的玻璃喙齿无用咧摒扫。我和我舅妈在外面用东西，然后就听到爆炸声嘛，赶快先把我妈用出来的就赶快就再拿灭火器灭火。就2个窗仔门拢破去我互伊介绍啦，我无法度，我佫介绍遐吼，我今仔我就害啊。消防队出动13台车，23个人去救火。到位时阵，火氛已经散去。早顿店的头家29岁姓洪的查甫人，脚甲手去互玻璃刮着。伊61岁老母，规身躯有32%度烧烫伤，大多数是伫面、胸坎甲脚趾片。2个人拢送去彰化基督教病院治疗。1楼后方的厨房，有疑似爆炸的痕迹，那没有明显的火焰，他们有初步灭火。那现场伤者有2个，脸部四肢跟躯干、前胸、后背都有2度的烫伤、烧伤，大概是30% 的面积。那目前他呼吸道是通畅的，呼吸道并没有呛伤的情况，所以生命真相稳定。早顿店的头家空喙处理好势，已经出院，登去收尾。不过，因老母也需要继续留伫咧病院的烧烫伤中心治疗，目前意识清楚。那消防局的火调人员嘛已经到早顿店，爆炸原因搁爱调查。记者彰化报道。
台中有一个做装潢的目厂，中秋迄天呢，伊正厂的大头母公去互这寄台寄回去，就安尼先赶紧甲砖头啊捡咧，骑奥多拜去到病院，半路去互警察发现，也替这个民众开路到病院。天气观众朋友，若阵发生这款的情形，登记的所在呢，爱用低温保存，6点钟来到病院，就有机会接到登记。现场10个人骑车伫路口等红灯，顺路关警赶紧发现安全帽啊无扣好，向前提醒关心，却意外发现伊手镜头的详细。那个帽子要戴，帽扣不扣？我手指头断了不扣。我要不要带你去？15岁现代10个人做装潢，17中秋节这一天下晡赶工，因为关引起机无细日开到刀片，正手到头部第一节被切断一部分，伊将断仔扣起来放落地啊，骑车看医生，按过大部分诊所拢休困。民警了解了后，马上开刀，伊骑车对着警车后边，最后敢用3分钟就到林森病院急救。因手指头断掉，没办法扣安全帽。同仁见男子不见的右手大拇指，伤口鲜血直流。二话不说，立即全程鸣笛开道，争取缝合时效，护送男子在最短时间内抵达医院急诊室。把那个残肢先用湿纱布包起来，再放在一个夹链袋里面，把它封起来之后，再把那个夹链袋放到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塑胶袋里面。那外面那个塑胶袋用那个冰块、或者是冰水。一般断指的话，最好是在6个钟头内能够接回来，所以越快越好。病院动手术顺利将伊的手镜头空喙填满，医师提醒民众若拄到断仔意外，会去用单细布包掉咧，放入清气袋啊，保存伫装有冰架或者是冰水的容器内底。伫6点钟来赶紧看医生，等提悬接登记的记录。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受到这极端气候影响，波瑞斯风暴顶礼拜已经吞达中欧国家，上报有24个人死亡。因那这波瑞斯19继续往西去到意大利北部上千人防特地，因那波兰是动员超过14000名官兵，赶紧贴沙包防止做大水。因那这匈牙利境内多瑙河水是一直涨起来，伫咧22这2天，这水位真有可能会涨到上悬。为空中看厝全部浸伫水内，当地居民今年踮伫较悬楼层等直升机救援。直升机来回总共500摆的救援行动，最为较低的所在，救援甲消防人员是拖手灵船，带行动部方便老人撩水过。波瑞斯风暴伫19侵袭意大利东北部甲中部，中部的马卡尔区有2人失踪，北部的艾米利亚、罗曼尼亚地区所有学校已经关起来，部分道路受山崩影响，铁路交通也受严重干扰。目前有超过1000人为厝内底被撤离。Sì, un certo timore perché non sapevamo come andava a finire, cioè se bastava oppure se cresceva ancora di più. 波瑞斯风暴为12开始就为中欧国家造成重创，刷天达速度真慢，伫这所在造成10年来上严重的水灾，包含罗马尼亚、波兰、捷克甲奥地利等国10月为止，已经有24人死亡。匈牙利国家气象局预测，境内多瑙河的上悬水位出现伫20或者是21日，会比即马悬出8.5公尺。为防止爆发崩起，消防人员、士兵甲首都布达佩斯的居民赶紧囤沙包来应对。Our expectations are that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water will arrive here a bit after midnight tonight, and it will be below with a 35-40 centimeters from the largest level here back in 2013. 为罗马尼亚到波兰，真济桥被废汽车拢淹了。波兰国防部19动员超过14000的士兵，囤沙包加强防止大水，而且出动无人机监控大水泛滥情形。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去波兰遭受大水侵袭的地区巡视，伊伫19宣布欧盟下半100亿欧元，差不多代表3575亿，协助受灾国家。公视新闻新竹陪评议。和台湾同款，伫咧环太平洋地动带的墨西哥，1985也有2017年这2届大地动，有1万多人死亡。为了卖互这悲剧再再发生，19地动周年纪念这天，除了悼念往生者，全国也进行防灾演习。行路的地动预警系统，甲民众手机的地动即时警报，同一个时间警报显示直弹。
墨西哥市一年一届地动演习伫19举行，民众一个一个为大楼行出来，配合国家民防系统的警消人员做各项的演练。今年参与演习的人数计共超过800万人，全市98趴的警报放送头拢有正常运作。Es una cosa que no puedo dejar de recordar esos momentos, ¿no? Cada que llega esa fecha y se oye la alarma, sí, se pone uno, de hecho hasta se le pone la piel chinita. 墨西哥伫环太平洋的地动带，1985年9月19这一天，发生规模8.1的大地动，夺走超过1万人的性命。真拄好伫2017年的同一天，嘛发生规模7.1的大地动。不过，这届死亡人数是375人。关键就伫1991年成立的墨西哥地动预警系统。El sistema tiene poco más de 30 años funcionando, el de la alerta, y el número de sismos que hemos podido medir son del orden de 12.500 sismos, unos muy chiquitos que prácticamente no son peligrosos, y unos pocos grandes que han sido alertados. Los alertados suman 185 del orden, o sea, son muy pocos, y no hemos fallado en alertar sismos fuertes. 地动仪表甲记录中心的主任，这个话是真实在。2022年全国性地动演习，这一天演习结束也无到1点钟，各地警报声是直弹。迄当阵发生规模7.7的大地动，加在敢若造成2个人死亡，35个人受伤。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黎巴嫩这2天传出着通讯器材爆炸，造成90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这以色列政府是拢极点无讲话，外界拢伫咧摇讲，这届行动真有可能是以色列军队的精英单位8200部队甲情报局莫萨德所做的。爆炸案本身，以色列政府为内阁到军方甲情报界，全部对情报单位安怎参加其中拢点点。根据路透社回应各方的讲法，除了叫做莫萨德，也就是特殊总理的国家情报局以外，以色列军事情报局所属的神秘单位8200部队，也互外界点名。伊成立伫以色列建国初期的1952年，比莫萨德晚3年。上早是负责纳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无线电通讯。The unit started with the main focus of being an alerting unit, classical SIGINT unit, signal intelligence unit, then morphed into a cyber operation, probably one of the best cyber operations worldwide. 路透社报道指出，外界认为呼叫器爆炸案由莫萨德执行，8200部队是担任技术支援角色。退役人员是表示无法度透露详细情形。不过，这做法正符合8200部队的组织文化，也就是刺激单位18到20出头的少年士兵用创新的手法达成任务。If you think if someone would have told you yesterday or a day before this event that something like this could have happened, you would say, "Yeah, I don't think it's possible. It looks like something from a science fiction movie." I think those are exactly the kind of challenges that make such young people excited, and I think a great example of how smart minds could work to achieve a challenge that looks again crazy when you just think of it for the first time. 萨姆博斯基目前担任投资基金的经理人，伊的同事甲前后期8200部队官兵，伫退役了后，不少人转去科技产业，特别是网络资安公司。这人创立的 IT 企业至少数10间遮尔济，也是以色列网络产业发展甲正好的重要动力。公司新闻时间人编译。讲到死刑，这死刑呢是刑法主刑之一。不过，这法院4年来无判过人死刑。37名被判死刑的犯人，因是主张讲，这死刑侵害人性尊严、生命权，声称实践。刑法法庭今日宣判，这死刑带条件下限，死刑必须爱伫咧，敢若适用个案犯罪情节属最严重，而且爱符合刑事庭事符合宪法最严密的正当法律庭事要求之下，才当甲因判死刑。另外，这个案救济部分呢，37名被判死刑的犯人，伫符合判决的意志之下，拢会当申请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
排队排甲落落长，拢是听判的民众。法庭坐甲满满，行政方的律师、法务部的官员嘛，拢接力出现。佫一摆做伙伫遮，都是为着死刑犯释宪的申请，要伫宪法法庭来判决，挑战死刑的准费，国内敢有要废死无？即马答案已经出来。选择死刑作为最重本刑，目的在此行为人承担相对应之罪责，得认公正应报及吓阻侵害生命法益之重大犯罪，于目前仍为特别重要之公共利益，目的上属合宪。即摆判决是包括普通杀人、强制性交杀人、强盗杀人和绑票杀人。虽然讲大法官是认定合宪，但宪法法庭嘛强调，伫判决死刑进前，唔但必须确认犯罪的情形有够上严重，而且要用上严密的定数，等于是大法限缩死刑适用的范围。它的立法目的要追求特别重要的公共利益，它所采取的制裁手段，也就是死刑，要是达成目的所不可或缺最小的侵害手段。除了受到宪法的实体保障外，也应该受到与其相称的最高度程序保障。就算是判合宪，却是有条件的，尤其伫定数上设一站搁一站的限制，对侦查的初期、警方精神的阶段、强制律师的辩护，搁及法院的审理，判死嘛爱合议定的法官一致决。官司若到第三审，除了要求强制辩护嘛，一定爱有言辞辩论。关键辩当搁有精神障碍，也是心智缺陷的，拢总禁止判死。这嘛，互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则的法规必须要修正。大法官最后的选择。他做一个线索的解释，那不过严格来说，我并没有特别看得出来大法官有太多的线索啦。从大方向看起来，邱和顺的部分应该是大法官所指出来，应该要检察总长应该要提出非常上诉的案件之一，我们会再提起非常上诉。全台湾37个死刑犯甲担当还未执行，照即摆的意志，所有人都会当请求检察总长来提出非常上诉。但是特别明定，犯南投连续杀人案的林依如和死刑犯沈基武、林旺仁涉及精神障碍，司法进程禁止签决。宪法法庭的判决结果，本部敬表尊重。其中涉及修法的部分，本部将迅速进行检讨。其中，按照本判决意旨，目前并没有释放人犯的问题。这个检嘛发声明讲，就算死刑犯无提出非常上诉，嘛主动一案一案去阅览，去判断各案敢会当救济。就是讲死刑的执行同款是无时间表，国内死刑的争议永远都是一个难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死刑释宪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引起社会伫咧讨论讲，敢着需要死刑？有一个查甫囡仔叫做陆静，伊去访台视，尸体到今是找无到。囡仔老爸就批评讲，这大法官无资格解说死刑敢是下限。那台南台视警察的受害者家属是认为讲，死刑下限就爱随签结，甲凶手治罪。释宪等于是强迫大家互加害者一个机会。那废死团体是希望讲，继续含社会对话，因的立场是无改变的。外界关注的死刑准废释宪案，宪法法庭是作出判决，死刑合宪，但必须要限缩范围，包括犯罪类型和要件拢要更加严格。其中死刑犯邱和顺防指控犯查某囡仔陆静绑票杀人案、查某保险员的分尸案，对释宪的结果，被害人陆静已经82岁，爸爸陆进德批评讲，大法官无资格解说死刑敢合宪。你大法官没有资格来用这个解释宪法来违抗我们全国的民意。台南台警察命案被害者多名成的二姐认为讲死刑若合宪，都应该随签结，让死刑犯执行死刑。释宪等于是强迫大家互加害者机会，说无插受害者的命，强迫社会大众再一次的给予那些加害人机会，那些被害者逝去的生命呢？还要再有多少破碎的受害者家庭，才能够停止这样荒谬的社会实验？另外，高雄林雅区姓吴的查甫人，因为怀疑楼顶的阿母制造噪音，就提刀共扑死，互乡检以杀人罪来起诉，求处死刑。针对死刑释宪的结果，家属质疑讲是安怎爱互已经犯这么大罪的死刑犯，阁有会当闪的空间？还有给这些已经犯了错的、犯了滔天大罪的那些死刑犯，还有一个空间，那个空间的存在意义到底是什么？刑头2年内还是废死的状态，在修法完成之前不得执行实体。加
害者有无限的社会资源，还可以提非常上诉。这要涉及南市37个死刑犯做伙申请，其中包括羁押上久、甲已经超过35档的邱浩顺、黄指控犯建商黄春秋绑票杀人案，判刑确定已经要24档的黄春琪、陈奕良是等待判决上久的死刑犯，黄指控西人陈英杰开枪杀2个警察，犯家己伤警抢劫命案的72岁王信福，是年岁上大的死刑犯。废死团体是对死刑无妨判违宪感到遗憾，强调会继续和社会来对话。我们呼吁政府跟民间还是应该要持续的进行社会对话，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的努力，希望有一天死刑不存在于台湾的这片土地上。总统府发言人郭雅辉表示讲，总统尊重宪法法定对死刑制度合宪性的判决结果，嘛其他相关部门照判决的意志来修正配套的法规，以符合定序正义和人权价值。死刑释宪的结果虽然出来，但社会对死刑遵循的期待同款有无同见解？记者综合报道。金华社案件检方继续挽过秋田行早起第3届提审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金星。另外呢，这电话开发的董事林清也捌参与到金华社协调会，下晡也向团来作证。检方也第3届提审台北市机关应晓薇，也有团应晓薇的男朋友，也就是办公室执行长王俊侃做案情的调查。在法警的介护之下，将台北市副市长彭金星入境备车，老神在在加入去侦讯。伊是第3届互检方提审，因为台北地检署20第3届提审应晓薇，嘛传唤应晓薇因男朋友，也就是办公室的执行长王俊侃。对于金华城案有什么话想讲吗？认为自己是清白的吗？王俊侃在北检头一届搜查团犯的时阵，防以涉嫌犯贪污治罪条例500万交保候团。另外，北检嘛以证人的身份，团犯捌参与协调会维京集团多次计划顾问，也就是电话开发公司的董事林清。南京花城案针对顾问在任内成功征收标着8事科地上款案，北检嘛指挥廉政署约谈几个台北市府的公务员，要来厘清。我想，台北地检署会持续的了解调查，不然，因为我不清楚这个案情。侦办金华城案，检方未接照提在案被告甲约谈，透过比对口径，要来厘清决策的过程，感受涉及不法金流的往来，也有对价关系。针对民众党19个记者会，立委黄珊珊主张讲，金华城并不是特例，互因用这种例。进前中泰宾馆改建做东方文华嘛是一个例，不过是引起市议员的质疑。如果柯文哲、彭正生、黄景茂去喝下黄珊珊递给他们的这一杯毒药的话，他们变得很麻烦，他们要补证明2件事情。第一个，你们为什么认为金华城它有必要？第二个，他们要认这个细部计划原来是市府帮他们拟的了。东方文华呢也有相关的主要计划跟这个自行的自进计划，跟金华城没有主要计划，然后又不符合呢它所相关的土管条例等等来说，完全就是张飞打岳飞。黄珊珊跟民众党就是在拿出其他的计划来继续的混淆视听哦。市议员认为讲，黄珊珊用这2个案来比，是影响大众的看法，呼吁检调都要赶紧查好明。记者综合报道。新港金矿变故案本地冲出一个听价金，也就是中信金，即马确定是无缘啊。金管会2届宣告无同意中信金变故新港金，这中信金今召开董事会，决议对即马开始放弃变故计划。中信金下晡4点外发布重要信息，文字声明表示，尊重主管机关指示，经过董事会讨论停止变故案，是因为金管会已经2届表达反对立场，而且经过中信金唔通扰乱金融市场。所落来，台新金、新光金10月初9拢会办一场股临会，所有股东做伙投票决定这2间合并敢会当顺利来通过。不过就算通过，也有金管会、公平会这2关爱过。中央银行第19号提出到第7届的房市信用管制措施，行政院长杜英台表示，这新政策是要压制炒房。不过专家认为讲，央行出手遐尼重，会去影响到民众呢，这小间换大间，或者是旧换新的情形。除了无宽限期贷款的趴数也变少，等于是自备款变更较济，经济压力自然就变大。
想要换厝的民众脚步可能暂时爱较慢啊。央行19是提出第7波的房市信用管制措施，房地产是史上上严的拍房政策。但是有专家认为讲，想要生间换大间，还是旧厝换新厝的，会第一个受影响。不容易有那么多现金，是房价跑的速度高于薪水多太多了。要想办法去筹自备款这样子。上班族嘛，薪水待遇也没有很高。民众压力这么大，不是无原因的，因为这波拍房的政策，除了让换厝族是面对无宽限期，只好对较早的先买再个买，改做先买再个买。有真侪间厝的民众，若是要买预售厝，加上最近要交厝贷款，那全台湾贷款的成数是降到5成，嘛要加传自备款。另外，若是债务体质无遐尼好嘅中小型建商，恐惊都要面对金额的周转有限，和无遐尼好贷款。我必须强调，不是打房，是打炒房，要维护一般民众居住所需求的最基本的条件。做得太晚，意思是说房价已经变成这么高了嘛？央行想做就是降温嘛？可降温的部分是你已经把房价拱到这个高点，那为什么不是在于这个房价在开始不正常的往上飙升的时候，你那时候就出手啊？面对厝贷款缩甲真严，有专家建议讲，换厝族会当甲自备款要较悬。伫找银行贷款的时阵，上好是加找几间，也是延长交厝的时间。但整体嘛是要卖方同意。他只要还没买下去，都还不太会有这种断头的问题。现在去做换屋，可能会面临到一些融资上的风险，所以可能现在对他来说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换屋时机，所以他有可能会中断他的换屋计划。有专家认为讲，央行拍房的力量这么大，恐惊互投资客和换厝族会惊到。按算今年第4季房市的买气可能会转较收，对政策的副作用，央行会密切来注意，无排除看时机做一寡排除条款。记者综合报道。根据政府的统计，112年因为交通事故死伤的囡仔少年人超过3万人，其中因为乌托邦发生事故就占8成。着民间团体指出讲，这机车顶头的安全座椅真侪拢是用铁仔做的，而且无标准的规范，也毋是经济部检验标准局规范爱检验的商品。等于是目前政府针对着乌托邦顶头的自动安全座椅无相关的政策甲规范，对囡仔安全是完全无保障的。侪爸母烦恼囡仔对乌托邦顶悬倒向兄摔倒来，会伫乌托邦顶悬装一安全座椅，甚至有民众会用一条绳仔将囡仔绑伫大人的身躯，伫车路顶悬，这款画面是真正看到。台北市很多吧，双北也都很多啊。我蛮常遇到那种绑绳之类的那一种安全座椅，不过那个绳子如果勾到其他的就是东西的话，其实蛮危险的。根据统计，去年民国112年，因为交通事故死伤的儿童少年总共超过3万人，其中因为乌托邦发生事故就占8成。审计部报告指出，交通部爱对机车安全座椅提出相关的规范，才会当保护囡仔的安全。尽管儿童安全基金会嘛建议交通部爱比照国外，规定2岁以下的囡仔袂使坐乌托邦。是不是应该去定一个用机车负载孩童的一个年龄上面的一个下限？市面上贩售的这个所谓的机车的椅子，它因为没有国际的标准可以参照，所以国内呢，他们现在使用这个椅子，只是用这个货架的一个尺寸的一个规定来设置这个所谓的固定孩子的一个装置。尽管儿童文教基金会表示，台湾真侪政策拢是参考国外，不过国外骑乌托邦的人无台湾遐多，咱会当参考的案例嘛较少，因呼吁政府爱想办法减少父母骑乌托邦载细汉囡仔的机会，嘛建议政府会当提供2岁以下的父母有相关的专车补助，保护囡仔的安全。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野球伫台湾唔但有代表性，也是真侪人爱看的运动之一。为了要甲台语顶金，这回台南市文化局举办台南台语季的活动，头一届参在地统一狮球队合作，除了有名星用台语来播送，还有台语的金曲歌王来唱歌，就是希望互大家咧感受到这台语球场迷人的所在。咱来介绍一个哦，头一个咧就是第一番时代活动14号柯志平。本节拢演戏兼主持的名称，这回来到野球场用全台语来念球员的名。台南市文化局为着要甲台语恢复较早光景，因头摆参在地野球队统一赛合作，那伫球场用台语播送，佮兼邀请金曲歌王谢明佑连续唱3首台语歌，互人听甲耳啊啪啪啪。这民众专工来感受无共的
球赛体验。咱运动内底有足侪足水的台语留伫咱棒球内底，像讲足侪外台语，我嘛感觉讲，若会使用台语来去推广运动，还是用运动来推广台语，这互相会使配合的代志，我感觉真赞。其实淡薄紧张啦，因为全部要讲台语嘛，是想讲你好名有淡薄仔歹念啊，不过我有练习咯。文化局指出，较早伫野球场听到台语是真素常的代志。过去因为咱捌互日本统治过，致使野球内面有袂少外来语，不过后来有一寡思虑就豆豆失去。即阵大家搁拼死甲捡倒转来。金曲歌王谢明佑指出，咱即摆讲的是台语，参闽南语已经无相像啊。阮伫咧南部咧拍野球，到即马为止拢是台语，无足歹念。台语和闽南语无共款，就是讲福建话的泉州话、漳州话来到台湾，其实因为足侪外来语揽入去，台湾的讲法已经和迄当阵的福建话无相共款啦，所以阮毋知讲即马，你讲咱讲的是台语。已经唔是闽南语啊！伫咱的真侪日常的生活内面，你来棒球场、来野球场，你嘛当是一个让听到台语的环境。讲台语当时行，今年台南台语会活动，甲运动结合保语，互大家通伫生活中学习。统一师指出，近来因嘛有摕台语歌来改编做因的应援歌，因希望未来这会当成做西队其中一个应援文化。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9月第3礼拜是全国古迹日，中华县文化局今年以中华妈祖信仰做主题举办系列活动，其中文史讲堂邀请文史工作者温宗翰，对文化资产保存维护角度来探讨妈祖信仰，希望民众除了拜拜，更当知影民俗信仰当中的文化价值。中部地区会使讲是台湾妈祖信仰的重镇。统计到2020年底，中华甲台中登录的民俗文化资产计共有15笔，其中专门属于妈祖信仰的仪式就12笔。今年的全国古迹日活动，中华县文化局就邀请文史工作者温宗翰，为文化资产保存维护的角度来探讨中华妈祖信仰。咱台湾的伫2005年开始嘛配合着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策动着无形文化资产。这个部分呢，咱本港进香也是讲妈祖婆的信仰文化呢，这拢是伫属于目前的无形文化资产内底的这个民俗文化资产。南庙宫往本港进香是清代台湾规模上大的进香活动，起王炉、祭桥买路、撩溪这个仪式，拢真有地方特色。更有健全的妈祖会信仰组织，是真有代表性的妈祖活动之一。这妈祖的南庙宫是中华足有名的所在嘛是阮足重要的文化资产即季有这。足好的演讲，所以我就特别为台北来参加安尼。真个少年有可能往别个所在去参加，希望少年会使倒来参加有历史介久的中华妈的一个进香的保存。温宗翰表示，民俗其实就是咱的日常生活，希望透过演讲分享，让大家知影民间信仰的历史背景、民俗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各界拢有文化资产保存的概念。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今年是971大地震满25周年，国家防灾日演练9月20早起呢来到嘉义举办。总统赖清德亲身来到嘉义县的上河国小甲故宫南院，了解面对着地震的时阵，相关单位的救灾工作要安怎进行，也希望透过这届演练成果，加强防灾意识。小家收到地震紧急警报的信息，各小的学生囡仔按照老师的指示，来到学校的运动场进行国家防灾日的动员演练。学校人员嘛按照流程，一步一步来进行相关的工作。这种是考验，就是讲有的是过去咱无注意到，即马甲咱讲，咱会去特别去注意。过来就是种练习，互囡仔知影讲原来咱若要避免危险，咱来做啥物动作，这是甲咱保护家己。我想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先趴下，然后掩护稳住，等到哨声再赶快跑出去，然后要在中央草皮集合。就是爱拍伫倒仔下骹，手爱画好。地震结束的时阵，爱走来外口。今年的国家防灾日动员演练伫9月20举行，今年选到嘉义县伫故宫南院甲上河国小来举办。总统赖清德嘛专感落南来参加。
总统表示，这届演练除了中央地方军方甲民间团体动员成千人演练，也邀请日本、美国等9个国家救灾人员甲驻台代表来观摩参加，希望透过国际合作，加强救灾应变能力。防灾工作必须不断进步，绝对不能够停滞不前。政府将持续努力，透过运用新科技，打造公私协力的网路，并且跟国际社会密切合作。 来强化整体社会的防卫韧性。家己县政府指出，家己地区有地动的崩塌、救灾应变能力甲防灾的观念，拢爱为平常时就开始培养。这届国家级的演练模拟地动的灾害，伫家己县举办，对各单位来讲，拢是一个真难得的合适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 伫咧台南叫做是连角鸟，也那伫咧高雄的美浓是叫做野莲鸟，因为高雄美浓是全台湾上界大的野莲产地。野莲农友为着这野莲鸟，搁再组成巡守队，透过政府和高雄鸟仔会合作，今年农友有通报10个伫野莲田内面的鸟仔收。林业也搁这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也提出着生态服务有薪水概念，甲在地农友来合作，做伙为野生动物的生态打拼。 班长把野莲对水内底挽出来，野莲是规年冬天拢伫咧水内底生活的食物，所以会形成特殊的湿地生态。因为这好藏佮好味，所以袂互发现，嘛是野莲鸟做收的第一选择。高雄鸟仔会推动野莲鸟的保育工作，根据鸟仔会统计，2022年接到水莲田内底有2个鸟仔收的通报，到今年已经增加到10个收。常在会看到鸟仔妈妈伫咧饲鸟仔囝，所以即马不时拢会当欣赏到野莲鸟甲农友同齐出现的画面。有愈来愈侪种野莲田的农友。 愿意甲野莲鸟分享因的产区啦。过去2冬一对巡守的农友，啊，明年有可能阁会再增加一对。野莲鸟做收了后，鸟会之间会用蓝色的飘线甲伊的收飘示出来，提醒农友讲，等野莲鸟大只会当离收讨食了后，才会重新返头来种野莲。三小班的班长讲，为着要等野莲鸟大汉，种植的周期其实受到影响，通常会减少1期。不过高雄鸟仔会积极伫咧当地做服务，嘛有哪侪农友受到感动，愿意减产加入巡守队。种那个菱角跟芡实，给它尽量给它提早生蛋，一直想办法说要怎么样才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所以讲他们也很努力，我们看到心里也是很那个，所以讲我们就一直支持他的。林业甲自然保育署为着要补偿农友的经济损失，除了友善农地补助1架3万块，成立巡守队补助6万，有看到鸟仔有来通报的，嘛有3000块，提供生态服务有薪水的方案，甲农友要共同来推广野生动物甲农地共生的友善环境。记者邱昭勇高雄报道。最近天气在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回来详细看。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